43岁艺人马国碧6年前因职棒签赌欠下5000万元债务，5年内靠着拍戏、兼职打工还掉4200万。后来他陆续开了早餐、饮料店，近日更集资200万元开鸡排店。据悉，马国碧光是早餐店短7个月就进账300多万，1年连开4家店，俨然摇身一变成了餐饮大亨。据《中国时报》报道，马国碧2013年欠下5000万后，就靠着拍戏、打工还清4200万，剩下的800万负债，原本去年早餐店开幕时计划在2至3年内还清，却因为接连开设第2家早餐店、饮料店和鸡排店，手边的钱全拿去投资副业，让还款计划停滞中。所幸债主是自己好友，没有压力。马国碧透露，目前一家早餐店每月平均营收维持在40万元上下，开幕至今短7个月，粗估进账300万元。去年6月底才在彰化开早餐店的马国碧，原本预计7月就要开鸡排店，却因为早餐店生意太好延后计划。经过半年筹备，马国碧和3名友人集资200万开鸡排店，今年1月中开始试营运。他以每月3.5万元租下仅10几坪大的店面，预计年后正式开幕。